很多人并不知道，苏轼所在的赤壁，其实并不是三国时期的赤壁古战场。很多人也不知道，千古名篇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，正是写于苏轼仕途最为失意的时期。人生总是不可以预料。3年前曾经享誉文坛、名震汴京的苏轼，在湖州知州任上曾向皇帝作表谢恩，但他的文字却被王安石手下的改革派拿来断章取义，污蔑为讽刺新政。因此，苏轼被遣回京，关押在御史台等候调查处置。落满乌鸦的御史台又称为乌台，乌台诗案由此得名。在被羁押了103天之后，苏轼因为大宋不杀士大夫的祖训，保住了脑袋，被贬到湖北黄州，担任毫无实权的团练副使。虽然胸中的苦闷和不甘日日夜夜席卷而来，但苏轼却懂得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。他游历赤壁，作一词2赋，引来了无数点赞、收藏、投币。肯城东一坡，觉得还是种田适合自己。自此，东坡居士成了北宋文学史上的大 IP。更重要的是，除了创作和当官之外，苏东坡还解锁了他的新天赋，那便是吃。在黄州，吃货东坡便进入了自笑平生、胃口忙的状态。